唱得我都係。好啊，好啊，OK 啊，好啊，嚟個咯喎，嚟啊！眼鏡啲。超屈機嘅，呢個係一個好可歌可泣嘅愛情故事，一個痴心浪子，為咗佢嘅愛人，不惜日日連責陪住他去示愛。佢而家終於流落街頭，終於要賣藝啦。雖然佢乞食，佢就算乞食，佢都要為佢嘅愛人填一首曲，但係佢嘅愛人呢，已經喺其他人嘅懷抱入面。呢首歌名為《我真的受傷了》，佢用嚟表達佢對愛人最深深嘅傷痛同埋愛。請大家細心欣賞。演奏者係 Come Go As Me 謝霆鋒同埋歐凌風，獻俾天下間所有有情人同埋阿偉。Only 啊，係咪？佢而家已經彈咗1分半鐘。但係從冇一個路人俾佢錢。一日咁苛刻嘅生活，你話成日邊有人夠忍受到？只有佢先得。仍然願意受苦，去賣藝獻唱，一路上都係為咗阿米，你而家喺邊啊？係啊，冇啦。阿米，你今晚會唔會出現？佢愛人阿米究竟今晚會唔會出現呢？唔知道，但係佢仍然每日帶住吉他四圍出走。佢希望有一日，OK，四圍流浪，希望有一日見到佢愛人嘅時候，可以用吉他代表佢心聲。唔好入鏡。通常學法都係唔可以開揚，開揚要即刻上嚟。係啊。當佢彈完呢首曲之後，我哋都會循例每人俾1毫子佢。咁好人笑一聲，咁好拍一下手掌。